哇，你有那个麦克风了，真的。想当年，想当年，宝箱怪女王塞菲尔是看着我长大的，还记得吗？塞菲尔小时候抱过你啊。谢谢。啊，最近赚钱了，有没有拿点那个红包回来孝敬本女王？没有啊，委托都花光了，等于没赚，可跟塞怜。菲尔的国库一样。国库怎么一天一天的空虚了呢？就叫你不要再委托了嘛。可是那个真的很香啊，我没有办法啊，我2.0又要出了10月22号的，我现在开始宣传。当初说门槛是图奇订阅者100个人，我在想，你看来是达不成的，算了算了。一样公开是不是？一样公开啊，就大不了那个时候就是好啊，没关系啊，2.0大家不想看啊，大家都不要在乎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知道啦，我的错觉啦，都我的错。都是你的一厢情愿啊。对啦，这段感情只有塞菲尔一个人在付出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就都我，对啊，又塞菲尔。好好好，我就把这段剪给大家看，你们就不要分享，没关系，你们就不要转传给任何的朋友。